伫咧新店有一间洗衫店的头家娘，看到这防疫志工，逐工拢爱穿着这个防疫夹，也着爱逐工换清气。头家娘也主动提供洗防疫夹免收钱服务。洗衫店内底洗衫机来回喷袂停，另外一边还有真济准备要洗的物件。新北市疫苗站的志工穿的粉红色夹，为着安全，逐工拢爱换洗。想袂到市政府送洗的时阵，洗衫店头家娘啥物话拢无讲，连咪斗3工，而且无收钱。所以在这疫情严峻的时候，背心的清洁度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找到南寮有一家洗衣店，那他来收衣服的时候，我们请他开报价单给市府，他表示他要做爱心，免费回馈社会。在这个疫情严峻的状况下，有这样子的热心的人，真的是大家的福气。唔那安尼，经过几摆洗衫店头家娘，逐工拢会主动来到现场，甲志工穿过夹收走，结果转工再去送来，互大家拢会使穿着清气的衫，继续做伙对抗疫情。白天要上班，然后也没有办法支开分身去做义工。那我这是洗衣本行，那我可以做到就是帮大家洗防疫背心。对，那我就是想尽份力这样。头家娘的爱心感动真侪人，志工嘛真感谢头家娘，大家拢讲只要团结合力做伙，一定会度过疫情的难关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